大鄉親啊，今年南投的星空季以聖鬥列車為主題，串聯着4大看天星的地點，為4月一路延續到9月，打造看季節的深度旅遊的體驗。精彩舞蹈、舞姿閃耀動人，袂輸是夜空中的星同款水，這嘛代表南投一年一擺星空季要開始啊！ 2016南投星空季將於4月份精彩到9月，要帶咱鄉親行入南投上界迷人的夜空。除了在我們合歡山之外呢，我們也希望借由東埔，還有在南投市以及溪頭各種不同夜間的美，那結合呢我們鄉鎮的文化，那也希望呢保護這個永續發展的資源，讓我們的環境呢減少更多的負擔。 今年以列車的概念出發，規劃4大主題，為4月份的信義東埔出發，出來是樂國溪頭、仁愛清境，最後是到南投市的高探井，要鄉親有看季節、看區域的旅遊體驗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